这时咱要来做伙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第2章18节到第3节。后来主上帝讲：人单独生活无好，我要为伊做一个合宜的伴侣来帮助伊。所以主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做了各种的动物，甲各种的飞鸟，甲因带到迄个人的面前，甲伊互伊号名。伊就甲所有的动物号名，伊甲精生、飞鸟甲野兽号了名。但是因中间无有一个适合做伊的伴侣，通帮助伊的。所以主上帝互迄个人困当眠，伊困去的时阵，主上帝取落伊一支鞭仔骨，然后佮甲肉合起来。主上帝用迄支鞭仔骨做一个查某人，甲伊带到迄个人的面前。迄个人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叫伊做查某人。因为伊对查某人出来，因此查某人要离开伊家己的爸母，甲伊的家后结合，两个人成做一体。迄个人甲伊的家后拢烫光光，毋过因并无行见效。第3章第1节，蛇是主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上奸巧的。蛇问迄个查某人讲：上帝真正禁止恁食园内任何果子树的果子吗？迄个查某人讲：园中任何果子树的果子，阮拢会当食，只有园中间迄丛树仔的果子毋通食。上帝禁止阮食迄丛树仔的果子，甚至禁止阮摸伊。若无听，阮一定死亡。蛇回答讲：不的确恁袂死。上帝安尼讲，是因为伊知影恁一食迄个果子，目睭就开，恁会亲像上帝同款，会当分别善恶。迄个查某人看到迄丛树仔的果子好看，阁好食，会当得到智慧，就真欣赏。伊挽落果子，家己食，阁互伊的翁婿食，伊的翁婿嘛食了。这时，咱要来请咱的主任牧师蔡正德牧师来传讲信息。信息的题目是《圣经的人物系列》第2讲夏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来看第2个圣经人物，就是夏娃。咱要对伊来学习信仰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阮会当得到精神改变的气力甲力量。阮求主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信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愿咱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夏娃。咱首先来看夏娃为什么被造。咱顶回有讲过，这个亚当夏娃被造是因为上帝看迄人家己徛起无好。咱看见经文安尼记载，讲上帝看见迄人就是指亚当亚当家己单身徛起无好，所以上帝讲我要为伊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适合的人来匹配伊。咱特先爱注意伫和合本的圣经讲，迄人徛起无好，即个无好。咱若对创世纪的第1章开始来看，咱看到上帝逐工的创造，上帝拢看做是好，一直到即个所在，较出现第一个无好。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拢看做是好，独独伫遮，鸟亚当尔，上帝讲安尼无好，爱创造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无好是指无完整、无完美。无好就是讲这个人家己徛起会有欠缺，好亲像欠一款物件，所以上帝讲要主动帮助伊，互伊对无好来变做好，互伊对无完美来变做完美。所以上帝就要为伊做一个适配伊的人来帮助伊。
咱看见着上帝就用地面上的土粉做了真侪动物，甲特种的飞鸟，然后将因带到这人的面前，带到亚当的面前，互伊来号名。所以亚当就将所有的动物拢号名。咱来注意吼，伫遮号名吼，其实咱来理解来讲，伫圣经的讲法吼，号名是表示讲。一个人若对一个人，还是讲对一个物件号名吼，是表示第一项表示来讲，表示伊对这项物件有主权，有主权。所以咱对这号名中间，咱了解讲，上帝吼创造万物，爱人来协助伊管理，甲伊参与伫伊的创造中间。人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管理万物。另外吼，这个号名吼。毋是凊彩号，这号名阁有一个意思，就是讲爱认捌这个物件的本性，才会当来号名。认捌这个名的本性，才会当来号名。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当亚当来号名了后，发觉讲，这个动物的本性吼，甲伊毋是无真适配，所以对这个动物中间吼，找无一个适合伊。来当做伊的帮助者，所以上帝就开始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开始要创造一个会当匹配亚当的帮助者，所以夏娃就被创造。但是伫夏娃的创造中间，咱有来了解一项，夏娃是一个平等，甲亚当平等的帮助者。为什么安尼？咱来看这段经文，所以主上帝就互迄个人。困当面，困当面的意思是讲，上帝伫这个上帝的作为是奥秘的，伊无互亚当知影。然后当伊困当面的时阵，上帝对伊的颜下的骨，就是咱讲鞭仔骨，来摕一块骨头出来，然后将肉来合起来，然后用迄块骨头做一个妇人人，然后将伊带到亚当的面前。这个颜下的骨其实原本的意思是指边仔的意思，边仔的骨是指咱身躯的边仔这个所在接近伊的心的所在。所以咱对安尼明白来讲，上帝无对伊的骹骨，也是讲对镜头啊摕一块骨头，是对靠近伊上较心、上较重要的所在摕一块骨头来创造妇人人，表示这其实是平等的。然后，上帝那亲像迄个咱咧结婚典礼同款老爸会将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头前上帝嘛将夏娃来带到亚当的面头前。那亚当看到这个妇人人伊讲：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安那？表示伫迄个动物中间，我找袂到一个甲我适配。我即摆看到，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讲，伊甲我的内涵拢是相共的，本质是相共的，而且是表现出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伊来叫称伊做妇人人。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讲称伊做妇人人，毋是来号名但称做妇人人，因为伊是对查甫人出来。所以表示夏娃是一个平等，而且是上帝所创造，为着要帮助补满亚当的欠缺，所以咱来理解讲，男女其实是平等的。帮助者甲被帮助者是啥物人较高？咱毋通搁伫遐争论查甫人毋通讲你是对我出来，所以我比你较高等淡薄。妇人人会讲你是用土做，我是用骨头做，我材质较好。咱毋通争论这。上帝创造查甫人、妇人人，上界主要是要安怎？互咱互相帮助，补满咱彼此的欠缺。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所以上帝将无好的来变做好。原本到这的时阵应该是一个美满的故事、圆满的故事。但是这个时阵出现一项物件，就是蛇出现。咱看蛇的出现伊开始引诱夏娃，互伊离开上帝。
夏娃伫伊的引诱下面吼，咱若对第3章开始来看，第1节看到第6节，咱发觉讲夏娃伫伊引诱下面失败，伊失败。咱对检讨夏娃的失败吼，咱嘛当互咱伫信仰顶面有一寡真重要的提醒。所以牧师今日要对4个方向，甲大家做伙来看，到底咱对夏娃会当学习到啥物货？第一个部分吼，咱来看夏娃的失败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伊单独陷入迄个试探中间，单独陷入迄个试探中间。咱来看圣经中间吼，咱看是夏娃家己面对蛇的试探。咱来理解就是讲，伊家己一个人吼，面对试探的时阵，面对这个蛇是魔鬼的代表，伊无拒绝伊。家己去面对，反倒等甲伊交谈，就慢慢受伊引诱。咱会记得头前，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夏娃？是因为上帝看亚当家己徛起无好，所以要为着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结果安怎？夏娃失败第一步就是伊单独去面对，而且伊无拒绝伊，伊无甲亚当共同去抵挡魔鬼，抵到伊伫环境中间被孤立。咱来理解吼，咱常常吼，那咱家一个人的时阵，咱来特别注意，因为咱家一个人的时阵，咱想讲，我做这件代志，无人知影的时阵，就真容易跋倒。所以我伫查经班的时阵，就对这查经班的人讲吼，讲古早人吼，真重视2字啦，叫做吼慎独啦，谨慎的慎，独立的独，意思讲吼。你家一个人的时阵，你要特别谨慎啊，因为常常跋倒、常常犯罪，都是咱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其实吼，上帝知影咱的软弱，所以伊互咱有家庭，互咱伫家庭中间会当受照顾，会当有厝内底的人，甲咱互相去面对困难。所以家庭中间，咱大家都要互相彼此帮衬，互相扶持。上帝嘛，互咱一个大家庭，就是伫教会。伫教会中间，咱会结交真侪只属灵的朋友。其实咱来明白，咱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并无孤单，所以千万唔通家一个人去面对困难。你若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来到教会，伫小组内底分享出来，伫团契中间请大家替你代祷，帮助你扶持。你无需要孤单去面对困难艰苦。伫教会的生活中间。咱会当互相帮衬、互相扶持，这是属灵的同伴。佮另外，咱看见着夏娃吼，就是留一个空隙，互即个魔鬼有机会来攻击伊。咱伫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咱看见着蛇来引诱夏娃吼，是一步一步的，一直咧找伊的空隙，找伊的弱点。首先，伊开始交谈，然后来使弄接近伊，然后激动伊的贪婪甲骄傲，互伊去犯罪。最后伊失败。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唔通互魔鬼一淡薄空隙。亲像空隙是啥物？亲像咱的手去刀挂一空，你若无马上用药来膏咧，用 OK 棒来打咧，真容易迄细菌就进入咱的体内，来影响咱。所以这空隙绝对爱赶紧来封掉的。咱唔通讲我真有自信，我靠家己气力会当面对魔鬼的抵挡。但是你要理解你的心中若互魔鬼一点仔机会，一点仔空隙，真容易你全部就去占领。咱来理解伫咱生活中间一定爱面对试探，但是试探毋是罪但是咱若用稳伊停留伫咱的心中一刻久，无马上拒绝，伊马上会甲咱的心中的私欲结合做伙。圣经来讲一个人受试探，是被家己的欲望搞去的，伊欲望怀胎生出罪恶，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所以这是一步一步啦。所以咱若用稳迄个魔鬼伫咱心中淡薄时刻，咱的私欲就产生，
产生了的怀胎生出罪恶，罪恶就带来死亡。伫圣经中间吼，咱看见耶稣安怎镇压这个魔鬼。伫福音书中间，咱看见耶稣伫旷野受试探，对魔鬼一切的提议，伊拢讲，拢拒绝，拢无考虑来拒绝，互伊无搁再有攻击的所在。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是咱对夏娃会当学的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咱发现夏娃伊其实伊无将上帝的话完全记伫伊心中。咱对伊甲魔鬼的对答中间，咱发觉讲，伊对上帝的话清清楚楚。为什么？伊无将上帝的话全部拢记伫心中无使用和合本的圣经，互大家对照者，大家就清楚这是创世纪第2章16、19、17节，这是上帝对亚当的交代，讲园中各样的树顶的果子，你拢会当随意食，只是分别善恶树顶面的果子，你唔通食，因为你食的日子的确死。咱看见到夏娃安怎对蛇讲？夏娃对蛇讲讲园中树顶的果子咱通食，独独园中迄中间迄个果子树顶的果子上帝捌讲，你唔通食，也唔通摸，免得恁死。而且咱看见到夏娃来改上帝的话啦伫上帝的命令中间伊加一句上帝无讲袂当摸，但是伊加一句讲袂当摸伊减一句减，因为你食的日子伊即句伊无讲改变一句，的确是伊来改做免得恁死。当然，牧师要强调讲，牧师毋是对大家讲圣经的话连一字咱拢一定爱记完全正确毋是安尼。毋是讲每一句咱倒背如流，咱会当得到保守，毋是安尼。牧师是要来提醒大家咱对上帝的话的态度真重要。如果咱有注意上帝的话，重视上帝的话，咱会当抵挡撒旦。但是咱若对上帝的话清清楚楚安尼，改成了解佮无了解无愿意用认真的态度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咱真容易伫信仰顶面失败。咱看到耶稣基督安怎镇压魔鬼的试探，伊每一遍拢是用上帝的话来看赢。咱看见耶稣不但对上帝的话真熟，而且佮明白伊其中正确的意思，然后佮会当正确去运用来面对撒旦。这是咱爱学习的。咱真正爱注意伫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爱明白正确的意思，佮会当伫适当的时间正确来运用，会当对着撒旦的攻击。这是咱第2项会当来学习的。第3项，咱看见到夏娃的失败是因为伊开始怀疑上帝。伫蛇的使弄下面，伊开始怀疑上帝，对上帝失去信心。咱看见到蛇安尼对伊讲，伊讲上帝安尼讲，因为伊知恁一旦食这果子，目睭就开，恁会亲像上帝相款，会当分别善恶。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其实是一种使弄的话啦。互夏娃对上帝所做一切拢充满了怀疑，改成亲像上帝有私心，无愿意人有上帝的智慧。所以当夏娃心中产生犹豫的时阵，伊就完全被魔鬼所控制。其实顶回牧师也大家讲过，伫这个所在其实是咧指人如果若超越过人的本分，要爱有上帝同款的地位的时阵人就会骄傲，就会甲上帝离开。而且分别善恶，毋是讲咱毋通明白是非，毋是安尼。因为审判罪恶的代志是上帝的权柄，这毋是人的本分所以伫遮其实是咧说明讲，人无应该爱亲像上帝相款，人应该爱谨守人的本分所以伫遮透过蛇的使弄，夏娃的心中就产生怀疑对上帝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有信心的人，伊就袂被魔鬼所欺骗。啊，反倒转吼，魔鬼常常用咱特别的时阵来攻击咱，特别是咱软弱的时阵，有时咱破病的时阵，咱拄着经济有困难的时阵，咱拄着困境的时阵，魔鬼就来攻击你的信心。你心中可能会安尼想讲：，上帝敢真正有听我？啊，害别人无拄着这代志，拢我拄着。啊，那一旦陷入这款的犹豫中间，安尼咱就失去信心，袂记这上帝的恩典。所以伫遮吼，牧师有三个提醒，免互咱对上帝哪有信心。第一项就是讲，咱来更加明白咱主爱的天父，因为咱要安对一个人有信心，如果咱甲伊真疏离、真疏远，啊，对伊无明白，咱要对一个人有信心。咱交朋友嘛是安尼，咱要对一个朋友信任。因为咱有真深的对伊的明白嘛，咱过去甲伊交往的过程中间，咱感觉讲啊，这个人值得咱信任，安尼咱得信靠伊嘛，信任伊。相款对天父嘛是相款。如果你无明白天父上帝，你无明白这个全能个会当听咱的天父上帝，你就无可能信任伊嘛。啊，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你明白咱的上帝是一个全能，佫是听咱的天父，安尼咱就知影，伊是值得咱信靠的。啊，免明白这个天父上帝，就是咱来自行看伊的话啦。因为圣经中间，圣经上帝话中间有记载上帝对咱的应允，嘛有记载上帝对咱的疼叹。你若读圣经，你就明白讲啊，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咱会当全然信靠的上帝。啊，如果安尼吼，有时阵咱嘛会拄着信心无够遐的时阵吼，这时阵吼，咱就爱求上帝赐落更较侪信心嘛。咱看见着马可福音书第9章，有一个老爸来找耶稣，伊求耶稣救伊的囝。耶稣讲：啊，你要有信心。啊，这个老爸讲：我有信，但是我的信无够，求你帮助我。所以，咱知影，当咱信心软弱的时阵，咱就求上帝赐落够遐的信心，互咱会当摆除所有的犹豫，全然信靠伊，咱才袂失败。最后一项，咱来对夏娃来学习的，就是讲，咱看见着夏娃上大的失败，就是因跟他无成做亚当的帮助者，而且甲伊做伙犯罪，来帮倒忙。咱看见着夏娃看见着迄张树的果子真好看，阁好食，而且阁会当得到智慧。伊就真心神，伫迄个魔鬼的塞笼下面，伊就挽了果子，家己食，阁互伊的丈夫食，伊的丈夫嘛食。所以结果咱知影，照结局来看，夏娃受到引诱来犯罪，同时也互伊的丈夫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互因离开上帝，因也承受罪的刑罚。原本的上帝美好的旨意是爱因互相帮助，但是因变做安那犯罪的同伙人啊！原本的骨中的骨变做骨刺，肉中的肉变做肉瘤，所以违背上帝美好的旨意啊！夏娃是帮倒忙啊！咱透过夏娃的故事，咱今仔日爱来反省几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咱到过头自信，来忽略撒旦对咱的攻击甲诱惑，这是咱来提醒。第二件代志，咱到真正重视上帝的话语，将上帝的话记伫咱的心中，而且会当来应用出来。第三项，咱到真正会当专心信靠，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最后一项，今仔上帝替咱安排遐尼好的属灵的同伴伫教会中间，伫咱的家庭内底，咱伫教会中间，以及伫咱的家庭内底，教甲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厝内底的人，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这是咱今仔日学习的功课。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
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阮透过夏娃的失败、亚当的失败，来思考阮的人生的意义。恳求主你亲自帮助阮，互阮会当倚靠上帝来克赢人生所有的忧胁甲挑战，会当常常将你的话语记伫阮的心中，用坚定的信心，专心倚靠上帝，来得到克赢。我也感谢主，你伫教会中间，伫阮的家庭内底，替阮安排好的属灵谈判，互阮伫奔走天路过程中间，会当互相扶持，彼此帮助。阮来珍惜这份恩典，伫阮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帮助阮也成做别人好的属灵谈判。求主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